耶大家好，我是陈火蛇。安安，这位是面茶白白。嗨，我是白白，是一个半人半神驱魔师。那你要 Hello，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吗？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吗？平常是个驱魔师，然后偶尔没事的时候会写写字啊，打打游戏，基本上就是一个最近实在是比较忙，虽然比较少开台，但是偶尔还是会开台的个人是 VTuber。嗨，嗨，个人是也是不太好混呢。真的是不好混啊！这口饭要能吃上也是不容易啊！真的耶，好唐突就变成这种气氛了，怎么会这样？那么我们要先进行那个吗？跟大家说好的台语小教室环节。可以哟。耶我们先跟观众打招呼好了。嗨，阿健、安安，欢迎。安安，哇，好标准哦。很标准吗？对啊，因为安安的那个就是有很多人嘴巴会比较难闭起来。哦。嗨，三次方晚安。安安，那你平常是会讲台语的吗？平常是会讲台语的吗？会，但是我不确定够不够流畅流利。对，好酷哦！哇，那我很好奇，因为那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聊聊月经嘛。那月经这个词在台语的说法其实还蛮多种的，我有点好奇，你们家里有特别会用哪一种说法吗？月经在我们家哦，我们家叫这个其实都叫妹死啦欸。哇！因为这个我是比较少看到有其他人说，但是在我人生第一次知道月经的台语怎么说的时候，我也是先学到妹死这个词。哇，好酷哦！好，那我们就来进行台语小教室吧。我今天就是准备了一些跟月经有关的词。那首先就是月经，对。那对大家来说最简单的，就如果你熟悉中文的话，那对你来说可能最简单的就是这个月经。月经，好标准哦！哇，你感觉台语很强，完蛋了。那我好像没有用武之地了。怎么会呢？我一开始我其实没有看到这的时候，没有听你讲的时候，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哇，真的月经的台语要怎么念。好，那下一章就让你猜猜看。哎呀，要来了吗？来吧，下一章是另一个说法啦。另一个说法哦。对啊，有些人会这样讲。我是不是没分享画面给你？没有关系，我刚刚把它关掉了，好尴尬。没事。来，请问解析度够吗？解析度够吗？画面还没跑出来，稍等一下。好的。没事，我看一下。哇，大猫老师嗨，大老师安。他应该是被我的那个宣传文案吸引来的。我说什么那个，不论是不太懂月经还是不太懂台语的人来，都可以学到东西哦。没错。好，That's right。That's right。哇，你也会英语，太 international 了吧！我的天。要吧？哇！要吧？必须要的吧？语言能力超强，现在的 VTuber 不好当哇，楚林被台语吸引来的，欢迎。嗨。哇，社畜1号晚安。安。哇，安。哇，那你觉得这个词怎么念呢？这个词照前面的月经的说法，应该我猜叫月书啊，碎，完蛋，根本不用教，他其实都会。哇，我也是看到才那个的啊，因为其实我原本也不太确定要怎么念啊，是因为那个吗？有罗马字有帮助到吗？有罗马字有帮助耶！哇，好赞哦！因为我好像也有听到蛮多人就是没有刻意学过，但是看到就还是可以猜出8成这样子。
对啊，我也是没有刻意学的那个，没错。不错不错，呀所以大家其实对那个台罗不用太恐惧啦，也不过如此。不要害怕嘛，多看多看就会大概知道怎么念了呀。对呀，不然你就多看纯火蛇的台。没错，多看火蛇长的台，谢谢没有错啦。伊藤绿茶安安，哎，安安，好，那对，好，那其实我也只有准备3种说法，虽然其实好像还有更多，我就是挑了我觉得比较常见的3种，就是可能大家最需要知道的。那再来就是你刚刚有提到你们家会讲的媚术。哦，然后因为我很好奇，就是妹子这个到底是怎么那个的？我也不知道，蛮好奇的。然后就是那时候，好，我直接讲一个不太重要的小故事，就是我那时候会知道这个词，是因为台文系有一个，我有读过台文系，然后我那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就是除了台语文之外，他也蛮关心月经平权的议题，所以他就有跟我聊到这些事情。然后就有跟我分享一些相关的词，没错，所以我今天有很多东西也是偷他的。对，然后好酷哦！我们发现就是“媚俗”这个词在词典里面有，但是没有人知道它的汉字原本是什么，所以这真的不太晓得哎。对啊，有聊天室有知道可以帮我们那个那个补充。没错，因为我聊天室很多人台语都比我好，所以我都靠他们了，靠你们啦。真的，看你们啦！谢谢大家。耶！我觉得以上3个就是最必须要知道。然后我突然发现，其实还有第4个啦，哈哈。哦，还有第4个，还有第4个是我觉得也蛮酷的，会不会从日文发音来的？我也在想但我不知道日文的月经怎么说。难道你也会日语吗？拜拜。日语我还真不会。好吧，好吧，那等有会的人来补充。艾尔拉普塔斯，好眼熟的名字哦。Hello， 初见安安。是那个啦，是我们的异特龙先生啊。嗨 ，Hello。那我们来，还有一个我也觉得蛮需要知道的，就是也不是说一定很需要知道，我发现好像蛮少见的，可是我在找资料的时候看到，我觉得很酷。叫做来世，对，然后它的文法跟前3种的用法有点不一样。怎么说？我需要给一个例句，就比如说我今天想要问人家什么时候月经来，我就会说：“你这个月当时来世。”他可能好像是直接当动词用的感觉。对耶，蛮酷的，好像是耶，很酷。我就是前几天在查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个说法，蛮特别的。哇，有人说又在转圈圈，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哎。对呀。哇，开转了吗？那好吧，请 YouTube 改进，大家可以使用那个偏方，就是说 YouTube 好棒 ，YouTube No.1，听说有用，我也不知道。太棒了！前几天那个 X 那个推特不是有灾情吗？对啊，很转哎。对啊，就是整个东西发不出去。对，连私讯都打不开。我直接在那个荧幕前面，我就直接喊马斯克，我爱马斯克，马斯克 No.1。然后家人就想说你有什么毛病？太棒了 ！Mickey Mouse 早安，欢迎你来。嗨，安安。哇。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谈论月经的时候，比较偶尔生活中用得到的词也补充一下。那首先就是有些人月经来会有经痛的情况，那很简单，就是经痛啊。经痛。对，应该是蛮容易的。那我们的台语小教室进行的好快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个相关用品的部分。我也蛮好奇，你们家卫生棉会用台语讲吗？卫生棉如果是跟例如说阿公阿嬷沟通的话，那就会用台语。那如果就是单纯跟你知道爸爸妈妈之间或者什么的，就会
就会直接讲那个中文啊。因为我找资料的时候发现很多剧啊，乡土剧里面也是就直接切成中文的。但是要用台语念也蛮简单的啦，卫生纸就是卫生纸嘛，那卫生棉就是卫生棉，非常的简单。卫生棉，没错。不过呢，我听说还有另一个是比较古早的说法，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叫炸宝。炸宝没有但它好像真的是蛮老的词，所以它那时候不是现代的卫生棉，好像比较像是一个布，然后是可以重复洗、重复使用的。确实，以前没有，就是卫生棉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用布，然后去垫着，就是月经来的时候去垫着这样子，然后再去替换，然后去洗这样子。没错。感觉等一下可以直接进入那个叫什么月经的用品的历史小教室是吗？是可以啊，是可以。大家如果有特别有兴趣的方面，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发现，就是月经可以聊的东西其实真的很多，所以大家有特别有兴趣的可以抛出来。没错，有任何就是你平常害怕问老师的，害怕问另一半的，或者是什么其他有的没的都可以问。没错，今天有专业的来，真的蛮适合问的。对啊，台语的也可以问啦，就是我应该也算专业的。都问。Vash 晚安。哇，三次方说，所以炸博的说法会不会跟来 say 是同一个时期用？有道理耶。如果它是一个需要重复清洗的布。对啊，我觉得应该是有可能哦。哇，我们解决有道理呢。对，我们解决了语言学的谜团，应该颁一个诺贝尔奖给我们。太棒了，耶！好，那再来是更新的，然后我那个底色我换成橙火蛇的颜色，代表是橙火蛇找不到资料，所以自己尝试翻译的。对，然后我觉得可以请那个实际上有在用台语，以及就是可能会比较常提到月经话题的白白，帮我看看翻的有没有道理。请问你觉得米亚屌听起来是什么呢？米亚屌就是棉条吧？耶，太棒了！那我觉得我翻的蛮成功的。我觉得翻的蛮成功的啊，因为好像确实。棉条这个好像平常也不太会听到这个的台语，我觉得这个翻得蛮成功的，应该一听就会知道是什么了。应该还蛮新的，就是至少在台湾普及，应该不是非常久以前吧。确实，就是跟卫生棉比起来，它算是比较新一点的东西。对呀，然后就是因为米亚就是棉花嘛，所以我想说它。可能是用棉花，我有做一点点功课啦。除了棉花，可能也有合成纤维。总而言之，你用肉眼看，你应该会觉得它差不多是棉花，所以我觉得叫米亚屌应该是 OK。OK，没有问题。耶，得到了白白的肯定，谢谢。哇，这个我觉得不知道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尾数熬啊，尾数熬啊。对呀，你知道熬啊是什么吗？熬啊是啥？就是如果就是其实杯子有分不同大小，如果你是家里有泡茶的话，那个很小的那种叫熬啊。所以是月亮杯吗？耶！你觉得怎么样？会通吗？我觉得有机会耶。耶！我好有用。我觉得有机会会通我觉得这个很棒耶！顺便教到大家一点台语啊，就是太棒了。博亚应该会比较大，小小的应该会讲熬啊。对，我查资料的时候，我看他那个大小应该算熬啊。很棒谢。然后那个尾数就是只是我自己觉得比较顺啦，你可以换成月经熬啊，或是妹数熬啊，应该也可以通。感觉可以耶，好棒哦！耶，我好有用。三次方说是天才，根本谢谢，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会飘，不行。好，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词叫做月数，月数嘎。
尾数尬啊，对，也有人讲尬，有人讲棒尬生理的，棒尬，对，生理假，你觉得会通吗？应该还行。我觉得 OK 耶，我觉得会通呢。耶，那我能给大家的也就这样子了。对，会啦。耶，哇，那我们要聊什么呢？要聊什么呢？其实我有一些小观察啦，就是好啊，请说。就是有时候去一些店家，就是我有发现有一些店家，他除了我想怎么说，就是一般厕所不是会提供卫生纸吗？没错。然后发现有一些店家他也会提供卫生棉，就是有需要的人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我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我觉得蛮性别友善的啊。很赞啊！我的头发要粘到你了，我天！好，我站开一点。哇，这个我觉得可以提到很多议题，就是我听过一个词叫做月经贫穷。哦，对，没错。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想要来聊聊这个话题？月经贫穷吗？有，我上一次的那个我自己的在上礼拜有开一个叫做云端旅游，然后是那个西安毛毛带着我去看那个月经博物馆，那时候就有我们就有聊到月经贫穷这件事情。月经贫穷就是指说，因为女性每个月基本上每个月啦，大部分是每个月大概28天来一次的月经，虽然有些人可能会乱，有些人可能是季经之类的，但就是至少再来的时候，卫生棉就是一个生活必需的用品，但是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没错，所以就间接造成就是女性可能在对生理用品的使用上，可能会造成一些经济上的负担。我想问，就是这个月经贫穷这个现象，目前有什么可能的解决方式吗？目前有什么可能的解决方式吗？我觉得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政府提供，就是可能有在某些地方，或者是例如说公园的厕所，或者是公共设施里面去提供一些免费的生理用品可以做使用。它可能或者是设置更多的，就是学校有一些那个嘛，就是可能投10块或20块，然后有1包2包那种卫生棉的机台，可能或许可以再多一点。然后像现在有一些民间的机构或者是联盟，然后也有在逐步的去推广一些就是免费的，就是卫生棉或者是其他的生理用品这样子。这个其实是最直接的，但是也是最花成本的。对，有道理。哇，所以还有不直接的解决方式哦。不直接的解决方式的话，可能就是例如说推广或者是跟那个做卫生棉的厂商去协议一些可能专门 for 政府或者是专门 for 就是发放给那个可能例如说中低收入户或者是低收入户的小朋友的免费的生理用品，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要长时间的跟政府跟那个生产的厂商去协商这样子，这个可能会稍微比较需要一点时间去进行。呀，原来如此。有人有问问题耶，有人想要问生理用品大概多贵？生理用品多贵呢？可以直接生理用品多贵？生理用品的话，之前说要免税，对，之前有推说那个要免税，这个也是比较间接的做法之一。消费税只有5%，但我觉得5%就已经减蛮多的了。但就是如果还能再更那个的话就，对。原来如此。大概跟蔡次方讲的差不多，一包10到20片，每包100到200不等于，价格会更高，没错哟。没错。的确，哇，
所以这样看起来，一片是不是平均可以照3次方提供的资讯，我们一片算10块嘛？一片算10块，算是最低标准已经是很低的，对不对？对，最低的那一种，大概我还不知道去哪里找得到。这可能就是你知道，就是学校的那个卫生棉机台，用转的那一种。对对对对对。原来如此。没错。卫生棉平均大概最多2个小时就要换一次，除非你是夜用型，夜用型就先不管。一般的大概2个小时，或如果你量大的话，1个小时就要换了。哦，没错。然后照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其实一天你可能真的会需要用到1整包。没错。可是又不会只来1天，所以来1次其实就没错，好几百块就飞了。没错，而且加上如果有些人就是私密部位假设是比较敏感的皮肤或者是体质，他没有办法用一些比较便宜的，就是比较基本的那个卫生棉的话，像是上次有跟毛毛有聊到，就是他现在基本上是用月亮杯，然后他用卫生棉，他只能用一体卫生棉，那个是特别贵，虽然说很好用，但是特别贵，一片要14块。哇，对，一体卫生棉的一体是在于它的，就是一体卫生棉的里面的那个高分子吸水层，它好像就是它不是固体的，所以叫做一体卫生棉。原来。但是那个很好用，我必须说，我个人也是爱用者，但是好贵哦。对啊，这样是至少40%或50%，就是比起那个最便宜10块。没错。哇，原来如此。没错。然后我们每次来大概就是5天左右，有些甚至会到7天更久。就要这样子算起来，假设1天1包，然后再加上例如说一片夜用的先不算好，就光算就是日间用的，假设1天1包好了，1包算你120，稍微好一点120，然后再算可能5天或7天，其实这1个月就已经要花差不多接近1000块到那个生理用品上了。真的好贵。对啊，其实不便宜哦。哇，没错。哇，这确实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莫名其妙，就是会有钱飞走。没错。对。没错，而且是每个月的必要支出。对。哇，说到必要支出，我先打个招呼，嗨，酒喝茶茶晚安。嗨。说到毕业支出，不是毕业，没有要毕业，没有毕业。说到必要支出，就会想到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蛮好笑的留言，会说什么那个可以先憋着。真的是蛮聪明。看到的时候真的是就觉得说你在讲什么？你真的是确实是蛮聪明的，但是下次给你先憋憋看嘛，你试试看。不是啊，我 OK 你先试哦，你试了成功之后再来告诉我那个要怎么做。真的你能不能憋？你可以问你妈妈，不要自己乱猜。你妈妈应该会有过月经，你可以问她。没错，你可以先问她，看那个先被雷洗的，看是你还是。真的蛮好笑。对啊，不过好像但可能很多男生，包含我，就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妈妈也不会特别跟我讲任何月经知识。确实啊，确实，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都比较不会去提到月经这件事情，尤其是家里的小朋友是男生的时候。对呀，而且学校感觉也没什么认真在教学校的话，近年可能有好一点，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大概国小6年级的时候，然后学校有一堂就是健康教育课，就是把男生带去，把那个年级的所有男生带去
打球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剩下女生有在视听教室，然后去听跟月经有关的那个课程。对，好像有这回事哎。对啊，然后那个时候觉得还好，但是现在长大就会觉得说，为什么男生不用一起听？真的耶，现在认真想想，为什么他不用听？你把他带去打球一点意义都没有。对啊，一般来说，对啊，就那个男生如果会成为异性恋，就算他不成为异性恋好了，他还是有机会需要就是不是需要去了解这些的啊。也许你也会有女性的一般朋友啊，你还是可以知道一下。对啊，对啊，这个很重要呢。真的耶，学校都没有教我怎么贴卫生棉啊，真的，哇，对吧？这种课程没错，应该要大家一起听。对啊，大家一起听才是最好的，也可以就是间接的去除，就是一些月经污名化的一些对奇怪的迷思之类的。哇，我的猫猫最可爱了，晚安啊！他说还会给女生看堕胎影片，但男生不用看。好像有听过对啊，你那时候也有看过吗？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比较再大一点，国中的时候吧。好像有印象，有听过有女性朋友跟我讲过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怪的。是怎样啊？堕胎是女生自己造成的吗？很怪啊，现在就是很怪，蛮怪。这个应该也是，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些性别框架的遗毒吗？就是堕胎影片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男生不用看，但是他可能间接的要塑造的就是就是你跟另一半的这个创造出来的生命非常的重要，如果可以不要堕胎的话，就尽量不要堕胎。但是现行的法律就是你要堕胎可以，但是你要另一半的同意。但如果你们是不合意的性行为，那怎么办？这个无法可管。或者例如说，这个是无法可管的吗？如果是不合意的，如果是不合意的，然后对方也不同意的话，你只能把它生下来。真的假的？太扯了吧！太扯了，太扯了，没错，这蛮荒谬但是如果是就是例如说，就是有就是性侵害，就是性剥削或者是性侵害的行为的话，好像就是可以依照女方自己的意愿去决定要不要堕胎。但是如果他今天的身份是配偶的话，那就要配偶同意才能堕胎。即便配偶也不一定，就是如果是配偶但是不合意也一样。对，没错。shit， 好。没错，有个 bug， 有个蛮大的 bug。没有错。真的耶，我的天哪！对啊。哇。对啊，三次方说出经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也不知道怎么用，我觉得这蛮严重的耶。真的，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也是整个吓到。整个吓到，想说我怎么了？我为什么流血了？然后我记得好像就是哭着跟妈妈说：“妈，流血了。”然后妈妈看到说：“好，你月经来了啦！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之类的。”结果还是至少我妈很棒。对啊，不是，你就想，就是虽然我也只能靠想象，但我可以带大家一起来想象。你想想看，你从小到大不知道你那里会流血，然后有一天它突然流血，你一定吓死，好不好？吓疯哦！真的。真的是吓疯，很可怕。Oh my god！ 真的，哇，这个不知道感觉是要推动就是义务教育，它都叫义务教育了，可能有一些重要的东西真的要教一教啊。对啊，这些东西不是说看完课本就好了，就是你真的要实际的去进行教学，或者是搭配一些。就是你知道教材之类的东西，这个都很重要。没错。没错。有人是妈妈之前有先教过，这个感觉影响很大耶。我是有听说过，有些人是小时候妈妈就有，因为知道学校一定教的不怎么样，所以就先教了。确实，对，也是。学校真的是。学校这就是敷衍带过比较多，对啊，比较多啦，没办法，教育上要做重大改革也是要花蛮多时间的，没错，
从我小的时候到现在，其实就已经逐渐的变，其实就已经进步蛮多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没错没错，就还是可以更好，还是可以更好。没错，还是可以更好。哇呀，我想想还有什么月经话题？像是在学校，例如说，可能大部分的，就是女生月经刚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以前小时候是真的会啊，就是会害怕在学校把卫生棉拿出来这件事情。哦，好像有说，对，就是可能借卫生棉，你还会用长袖偷偷的传递。对，没有错，或者是用什么小袋子装着啊，或者是之类的。没错，那个真的是，现在想想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不行？那小时候就会觉得就是有一个羞耻感，但是现行的教育就是要教导，就是第一次来或者是以前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就是生理女性女孩子，然后就是要去怎么说？就是至少拿卫生棉出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羞耻。对，没错。生理假感觉天数要增加，我也觉得可以增加耶。我觉得好像2天差不多。现行是1个月只有1天啊。对，现行1个月只有1天。可是我只是想到一个应该可以算 bug， 就是你就是月经周期其实比就是历法上就是的1个月其实是略短，对不对？对，略短。所以1个月1天，感觉理论上就是肯定不够，就是你有可能会遇到那个这个月的初跟这个月的月末。没错。小 bug 好像显而易见。对啊，1个月1天真的蛮少的。我觉得其实2天我觉得2天差不多啦。差不多，就是如果刚好就是最痛的那2天的话，差不多。而且有些女生伴随着经痛嘛，经痛那个要痛起来是真的会那个火会整个压起来，会无法行动这样子。对，很多人是，有些人是会痛到就是只能待在床上，哪里都去不了，或者是甚至有些真的就是你知道脸色苍白啊，嘴唇发紫，然后真的就是要赶快送医院的那一种。虽然说现在有很多方法可以去调，但是有些人就是真的他会很不舒服。然后要请假的时候还会被主管调侃说，就是好，我也好想要跟你要有生理假，然后这是假被改扒了呀。蛮希望他可以体验看看这样子。对呀，不然的话给你体验看看嘛。真的耶，真的耶是。好像有听说过有什么电击的，然后就是可以模拟那个痛啊，我不知道，我没试过，我也不知道像不像。有。那个的话，其实我也不确定，但是就会觉得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帮你试，我可以请你先试试看。有没有可能把它放进义务教育里面？就是那个，你不要把男生抓去打球啦，你把男生抓去垫一垫好了。抓去体验一下，就是可能那个疼痛指数不用调太高，就是在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的忍受的极限范围内体验一下，就是1天24小时，如果都这样痛的话，请问你需不需要一个生理假？真的，我觉得如果确定那个模拟的很像的话，我是真的觉得应该真的是可以让男性们都体验看看，我也愿意去体验一下。至少这样你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你才不会讲一些不适当的话。对呀，好棒哦！就是有听到男性说，就是想要去体验一下，我就会觉得说，我的天哪，这谁会是哪里来的天使吗？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头上有2根脚，看起来一定很像天使。没有啊，就试试看嘛，才知道是什么感觉，比较有发言权。体验过才能对啊。
至少确实没错没耶错。对，就不管是要在这个议题上表达什么样的就是支持或怎样的意见，体验过应该是比较有发言权啦。体验过比较能够去亲身经历到，就是女性在不管是经前症候群或者是、月经的这个周期里面，就是感受到的所有的不舒服，就是体验过了之后就会知道，有些东西她征求，有些东西她想争取的并不是什么并不是什么积极女权权益过高或者是之类的东西。那个我们想要积极征求的东西，只是让我们的生活就是从跟以前比起来好过一点。对对对，就是没错，不是要夺走谁的权益，就只是要没错，过得好一点。对，只是想要把日子再过得更好一点。没错。上次刚说到经痛跟经前症候群不会只不舒服一天，我有发现就是有看到经前症候群这个词，但是我对它实际上包含哪些现象其实没有很懂。经前症候群吗？就是像拿我来说好了，我的经前症候群可能就是会伴随焦虑、低落，然后很疲惫啊，然后一直在想说他到底什么时候要来这件事情。光是这些元素加起来，就已经会让经前是一个蛮不舒服的情况。再加上它可能里面子宫正在运作，然后有一些东西它可能正在剥落与不剥落之间，就是它的子宫内膜可能在剥落与不剥落之间，然后就会觉得心情烦躁，也会就是造成身心的不适，所以就是叫经前症候群。我自己的个人，对不起，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刚打到麦克风。我好像是没听到，那应该还好。还是你是在跟麦克风说对不起？那没事。我怕就是这个不小心重击到麦克风，你们的耳朵会爆掉之类的。对对对，我敲到的时候也会紧张一下，但我装没事。因为我就算不敲麦克风，我也有100种方法破坏大家的耳朵，所以没有差。呜呼！经前忧郁症是经前症候群的一种我读一下。对啊，总之错，包含内分泌的因素就是身体本身会让你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没错。对，这个真的是不是什么看开一点或知足就可以的，不是。对，知足你个大头。蛮好笑，又在臭。哇！好臭，好开心啊！真的耶，蛮爱骂人的，我可能蛮扭曲的。没关系，有的时候我也蛮喜欢骂人的啊。好赞哦！就是看到那个很瞎的，就把他拖出来骂一顿。对啊，看到很瞎，就是想讲什么意思？这样他赚到，你要帮他上课。然后就是下一次就会，我上一次开就是月经评选的那个直播的时候，就是因为看到最上的那个最上的就是特别的留言，好委婉哦。对，就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就是特别的留言。他是说，就是就是为什么月经来不要拿卫生纸垫着就好？我流血的时候都用卫生纸擦这件事情，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是傻爆眼，然后下礼拜就直接开了月经评选的那个直播这样子。我觉得有点太聪明。不是，这你甚至不用真的很懂月经就是你就想啊，就是如果它是可以用卫生纸简单挡住的东西，那会买卫生棉来用的人是白痴吗？对呀，是怎样？是怎样？哇，这个真的是蛮欠骂。对啊，可以用卫生纸挡住的东西，我还每天花100块以上，我还用卫生棉挡着干什么？真的耶。好好笑，气到气！天哪！我突然想到，你刚刚有提到一个词叫做月经污名化。
这个有什么例子可以举吗？月经污名化的例子吗？例如假设今天这个女生就是她可能情绪上不太好，或者是就是她可能低落，或者是今天你感觉她今天比较易怒，有一些就是这个对月经比较没有那么熟悉的，绝大部分是另一个性别的。对，因为绝大部分是另一性别的那个生理男性就会跟他说：“你是不是因为月经来，所以才脾气不太好？”这个时候就是真的是很想给他扒雷。没错，这感觉这是蛮欠揍的，不是啊？你就想你今天单纯就你如果是一个男性，然后单纯心情不好，然后人家说啊你躁郁症，你就会想说是在哭，对。是怎样？就是不要乱猜，不要乱猜，他可能就只是单纯不爽你，不要乱猜。对，有时候是你单纯做了很白痴的事情，然后你还在那访问说啊你是月经来蛮好笑的。然后还有像例如说，就是刚刚有提到嘛，在学校就是会怕说把那个卫生棉露出来，会觉得说这个就是月经来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隐晦，然后很不好提起，然后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肮脏的东西，就这个也是污名化的其中之一。的确，没错。然后就是其实很多那个啦，很多东西都跟污名化有关的。的确，我刚看到。稍微有一段时间前面有一个人有那个猫留言说，就是以前读男生很少的学校，然后全班50几个人只有2个男生，他们光明正大传卫生棉，就是男生在尴尬，我觉得蛮好笑的。没错，就是各位你不尴尬，你就留给那些爱尴尬的人自己去尴尬，没关系。没错，真好看。对，就是直到大家都学会，就是这不是什么好尴尬的事情以前，你就让爱尴尬的人自己去尴尬吧。没错，好棒，有道理。像是就是我其实蛮喜欢滑脆的，就是 Threads 上面的那个，目前我养起来的演算法都是同温层居多。我也是。我好快乐啊！我也蛮快乐的，我也是那个在某些议题上立场非常明确的人，所以。没错，真的，我非常的快乐，就是那个同温层很厚，我很喜欢，可以一起骂一些很瞎的。没错，没错。然后就是有提到，就是女生读女校这件事情，就是读女校并不是就是读女校，你能够在就是读女校的过程中，你可以就是有人提到说，在读女校的过程中，你可以就是很完全的做自己，就是你不用担心害怕说，就是例如说拿卫生棉出来会觉得很羞耻啊，或者是跟別人借卫生棉的时候，你可能要用一些代称啊之类的。哇，还要代称？然后就是对啊，有的时候是会有代称的，就是例如说你今天有带那个苹果面包吗之类的。哇，真的假的？有必要这样子？我以为代称是绵而已，居然是苹果面包。以前是有的哦。以前是有的，太难懂了吧？但是就是大家的那个对，就以前会有啊，现在应该是真的比较少了。然后还有就是像是就是例如说，假设有一些男女合校的那个，我以前也是读男女合校然后就会有就是搬东西的时候就会说男生力气比较大，男生去搬就好了之类的，这很常见。就是但是在女校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帮忙，然后大家一起去完成某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在男女合校跟在女校的体验应该会蛮不一样的。在女校的时候，你可以靠着自己跟其他人一起团结的力量，然后去达成一件你们想做的事情。但是但是这些事情可能放在男女合校，它就会变成是怎么说？就是某些事情就会变成，对，某些事情它可能就会变成男性专属的，或者是女性专属的。对，有道理。
所以就会觉得好像有些东西会不太一样，就对于女性来说会有不太一样的人生体验。哇哦，没错，好有趣的，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虽然我高中的时候也是读男校，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我自己也没有想过，因为我其实高中也是就是读男女合校啊。对，就是看到就是 Threads 上面的一些就是发文或者是留言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读女校就是可以完成这么多事情，很酷哎。有趣。但我感觉对啊，蛮有趣的。学生日常生活中能搬到的东西，应该是也没有重到会在性别上有很大的差别吧？就是讲的好像男生都真的很壮，也没有啊。对啊。就很多也是瘦小小的，或是肥宅没什么力气啊，我就是那个肥宅，对，也是有的。对啊，就是细微查西别夸张加深男性和女性的偏见。对啊，没有错。就有机会的时候反思一下，会发现有蛮多事情，也许本来不需要是这样子。没错。像什么粉红色就应该专属于女生，没有，我超爱粉红色。你看我现在那个墨镜就粉红色的，真的。这个墨镜很好看就是粉红色的，我觉得很好看。我自己就是特别喜欢冷色系或者是其他的，好爱哦。你说伟大的父亲欧拉夫老师帮我画的，赞。虽然我叫他父亲，但上次我跟他联动，发现他好像是女生。你看，我们打破那个性别刻板，OK 啦，没有问题的。说打破就打破，没有问题啦。像是我的2.0的芥末爸爸也是女生啊，对啊，但是我都叫爸。没错，那个是可以轻易打破的。回去马上叫自己的妈妈叫爸。他可能对他可能给我8了我也会，等不及了，好赞啊！蛮好玩的。对呀。哇，来看看，还是我们话题来越来越那叫什么刺激？真棒！真的吗？那我们来点刺激的。来，那个你对那个"女人是政治"这句话有什么看法吗？女人是这句话，对，女人是政治这件事情，确实啊，女人是政治，性别也是政治啊。基本上你生活周遭的所有东西都跟政治有关。没错。前几天看到有人就是发了一个，反正就是表达自己的看法，然后他就是对这句话非常感冒。然后他就说：“照这样讲，那你阿嬷也是政治吗？”然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我觉得我阿嬷是政治没错是啊，为什么不是？蛮好笑。对啊，有什么不是的吗？本来就是啊。我也是政治啊，我讲台语这件事情本身其实也蛮政治的。对啊，我自己本身就是很支持女性主义的，我也觉得我很政治啊。对啊，就我们今天讲的政治，就也不一定是就是现在的哪个党派这种事情，就其实你只要有想对什么议题去发声，你有关注某些议题，这本质上就是对政治在参与啊。对啊，很多生活中的一切 everything 全部都会跟政治有关。没错，我觉得有些人就是很想要营造出一个他不想碰政治，或者他就真的不想碰政治，对。可是你阻止别人去碰政治，我就觉得有点可恶了。对啊，对，就那我们好像想法蛮接近的。我觉得我跟活蛇的想法应该都蛮接近的。我们应该会出现在那个翠的同温层上，到翠上会看到对方这样子。没错啊！好有道理哦。光是会大声的否定女人是政治这句话，本质上就很政治，没有错。对，没错，这句话这个也是很政治的。对啊，而且我觉得蛮靠腰的，就是有一个女生，然后她想要说，就是她出来说女人是政治，
她当然可以这样说啊，她就是女人，她怎么不能这样说啊？你还阻止她说，你是想怎样？对啊，对啊，她甚至不是出来批评男性还是怎样，没有，她就是女人，然后她出来说女人是政治，这是可以有什么问题？对啊，傻爆眼，对，就是没事，我们有言论自由，所以她可以这样讲，只是会被我们骂。对，只是就是钱嘛。对，就是他可能会需要承受一些批评啦。对，没错，就是承受批评也是政治的一部分。没错，就是真理越辩越明，多一点讨论当然是好事。对啊，但感觉最近真的好多人就是会想要发表一些意见，然后之后有其他人给他相反意见，他就会很生气，然后就会都不听，我就觉得有点不好。真的就会觉得说，如果你不认同就是类似的意见或者是那个的话，那你就不认同吧。但是人家也有就是发表就是他不认同你的意见的那个的自由啊。没错。对啊，是怎样？真的有谁比女人更了解女人的困境？真的，这个没话讲啊，就不是啊。对啊，你就没有月经，你就不要讲说什么月经很轻松啊，你就没有月经。对啊，不然的话就是那个嘛，试一下啊。对，希望那个早日普及这个。试一下嘛。对，蛮想试，只是我不知道哪里有，所以我也没办法。因为我做散车，我都认钱做老爸，所以今嘛你是我的老爸啊，爸。谢谢猫猫最可爱。他因为我讲我拢认钱做老爸，所以谁给我钱谁就是我爸。谢谢猫猫爸爸。哦，好欸。对，猫猫有跟我说，本来没发现，就是5月28是世界经期卫生日。我们约时间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哦，好巧哦。好欸，真是太棒了，命运的安排。真的，这是命运的安排，因为我也不知道。好好笑。希望明年5月28的时候会有 VTuber 素材，不是很多 VTuber 素材都什么什么日什么什么日的。对啊，好希望哦，拜托可以出一下吗？拜托。啊，虽然有点难想，就是要做什么类型的素材，你有什么想法吗？我看一下。经期卫生日吗？我觉得如果把就是卫生棉或者是棉条做成就是那个可以拿来抱枕的那种形式哈，我觉得好像不错好像蛮可爱的，好赞哦！对啊，我觉得好棒哦，好完美！拜托那个，如果现在有那个会画画的，就是或者是那个会是爸爸妈妈的话，可以出一下，对，可以出一下这个素材吗？拜托！还有1年可以画哦，还有1年可以画。对，还有1年哦，还有1年可以画哦。今天是来不及了。好欸，好，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我有抱枕素材可以用。太棒了！如果明年有的话，好像可以来用一下。很可爱欸。不错欸。对啊，感觉这个很可爱欸。哦，他有买过染血卫生棉的徽章，好酷哦！哦，好酷呢！是没有想过。对，也刚刚在还没开始之前，就是有跟火蛇聊到，就是有关就是那个广告，然后卫生棉的广告，然后是用蓝色的经血这件事情啊，对。还蛮小时候看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也不知道真正的月经长怎样。没有其实会知道会在家里的垃圾桶出现妈妈用过的卫生棉。确实，那个时候就会大概知道，就是广告上面的蓝色的是，对，没错。可是对，但是我在想，广告不用红色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种故意去不提？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毕竟就是以前给我们的框架就是说，就是月经这件事情，就是血是一个就是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肮脏的东西，或者是就是说月经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就是脏脏的事情，所以就会可能然后蓝色给人的感觉可能是比较干净，或者是比较。看起来有消毒水味。消毒
可能我看到那个蓝色就会想到流动厕所冲水的那个消毒水，所以就会浮现。我还这有点联觉，这个有点扯很远。就是蓝色会给人一个相对干净的感觉，所以可能就是为了要营造卫生棉很干净这件事情，所以才会用蓝色。我自己觉得可能是这样啦，我自己觉得。三次方也有讲到，蓝色的水跟经血质地其实不一样。哎，对，完全不一样哟。经血的质地其实是有一点像，就是它可能会有血块，然后它这其实是有一点稠稠的，就是不是完全很液体的。对，没错。但是广告上的那个蓝色的水就是很液体，对，很容易就是也是创造一个卫生棉很容易被吸收这件事。对耶，没错。哇，我的猫猫说。妈妈小时候没跟他讲之前，真的以为是蓝色。对，我们一开始直播前聊到，就是因为我突然问白白说，会不会有女生在第一次看过月经之前，因为广告所以以为是蓝色的？哇，真的有啊！定学起来。就是还没有接触之前，他真的会以为就是经血是蓝色的，就知道那个广告的威力有多大。真的，广告真的是。直接影响我们的认知，其实蛮危险。没错。卫生纸广告上蓝色的水也是政治，我觉得没错。没错，太棒了！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政治。下次如果有人跳出来说什么，不要再讲什么女人是政治了，你就说我就是要讲，我跟你说，卫生棉广告上蓝色的水也是政治。我觉得听起来超级有那个，超级有力道。对呀。经血块很像水蛭，我没看过水蛭，所以我不知道。它就是黑黑的一小块这样子。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他的血块会比较大。这每个人也不一样。所以就是那个，尤其是血块在排出来的时候，那个感受是特别深，因为会有些人会觉得特别痛。原来如此。没错。好像有听说，如果就是洗澡的时候，它可能会流到排水孔，然后你不清的话，它是会堵住，是这样子吗？会哦。没错。有一点粘稠，会有血块，有时候才会有剥落的内膜。广告和学校都不会教。对啊，这些真的。这些就是以前是真的不会教，现在会不会教？我是觉得要看健康教育的老师有没有教到那么 detail 啦。虽然说他们可能大部分都是照表操课，念课本就带过。我觉得但是这些都是蛮重要的。对啊，我觉得很多这种就是一些我想一下，比较需要有意识才会去注意到的一些议题，很多时候都是真的蛮靠那个老师本身有没有想到，或是有没有在乎这件事情。没错，老师是很重要的。没错 ，very 重要。真的，但是就没办法，因为你没有办法规定所有老师都要那么认真。对，没错。哇，真的。我第一次在学校知道那个有血块、有剥落的内膜这些事情，是在高中的生物课。我是觉得有点太晚了。高中生物课有一点太晚了。我甚至不知道那个其他类组有没有教到这么细，因为我也不太确定，就是有点晚，蛮晚的。高中就有一点晚了，毕竟都已经来过了，也大概知道里面什么东西了。高中才教，确实是有一点太晚了。对，但是感觉是教给你可以考试的而已，没有要让你。我觉得国中差不多吧，国中或国小高年级或国中差不多。对，好像有一些比较早来的，可能国小，我听说过，好像有3、4年级就有来的，也是有哦，就是比较早熟的，就是小朋友，就是3、4年级就会来了。有时候是不是也是环境荷尔蒙或者是饮食上，都会有那个就是比较早熟的。现在确实是有比较早熟的现象啊。没错。哇，那我们教育制度也要跟上，就是可能也要提早一点。对啊，要跟上。也不是提早，就是本来就教的不怎么样了，所以应该光提早不够。
要符合那个年龄层，需要知道的，就是要让他先知道，来的时候才不会被吓死。没错。在迪卡上滑到过，不知道自己排出的是子宫内膜的文章，那他应该也吓死了。我觉得他应该也是真的是也是会被吓到。对啊，应该是也是有被吓到，所以才会不知道自己排出的是才会发文问大家。教育失败。哇，真的就是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sad 绝。学校表示月经在家学，真的。身为一个听过太多母语在家学的人，我觉得我们处境可能蛮像的。对啊，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蛮重要的，但我看很多人不觉得。没错。哦，救命哦！真的是，哎，就是就算在家学好了，就是假设说，例如说是妈妈他们，假设妈妈他们要教月经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也不太知道要怎么教啊。对啊，你就是对啊，就是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老师呢？因为不可能什么东西都问你爸妈。对，有些东西真的是哦，哇，好赞哦！又突然有那个想骂人的感觉。哦，下次谁再给我说母语在家学，谁再给我说月经在家学，好，你都在家学，你数学要不要在家学？微积分要不要在家学？工程数学你也在家学好了啦。真的，通通都在家学啦。好啊，都给你在家学。家里开补习班好了啦。真的哇，你爸妈什么都会，怎么还不统治世界？真的，麻烦那个自己独立建国好吗？哇，是怎样？是怎样？你觉得有些人太瞎了，就请他自己出去独立建国？哇，是怎样？那么厉害，是什么都知道，那你自己独立建国就好。好凶哦，好凶哦！我要偷走。下次那个有人太瞎的时候，我就要说，好，你最强，你最棒，你去独立建国。哦，好看，哇，好看，爱看，好爽。我以为是来学月经的知识的，没有来学骂人的。都要，好丢金门妈祖。喂，呀！天哪，搞不好金门马祖的居民们拒收。金门马祖不一定会要呢。对呀，怎么办？可能会丢回来，或者是往更远的地方丢太平洋。你那么强，你自己在海上建个国算了，沉下去不关我的事。对呀，那么厉害，对不对？自己在海上建个国，应该也是很 OK 的吧？轻轻松松吧。对呀，轻轻松松吧。好赞哦，好赞哦！哇，丢黑水沟，哇，这个比冲马桶还狠。嘿。丢黑水沟，如果他能在黑水沟上面就是独立成一个国家的话，我愿意尊称他为总统先生。他们那个国的总统先生，没错，就是愿意尊称你为总统，但也仅限于此。对，也没有想要跟他多交流。没错，仅限于此。天哪！我的天啊！哇，大家都蛮凶的。真的，有争议的通通待在一起，真的假的？可以这样子哦。好好看哦！好，我很想看那个现场耶，我可以在旁边摆一摊卖爆米花吗？可以，一包卖100块，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看他们吵架，好像蛮好看的哎。哇！突然好希望我今天这个直播如果飘到那个异温层，然后烧起来的话，好像也蛮爽的哦。留言区就很热闹，就很多人可以被我拖出来骂，好爽。好好看哦！天哪！我要摆摊卖爆米花跟可乐，然后一组150好了。哇，很会卖欸，生意头脑，我的天！好赚哦！看人家吵架，而且还有爆米花可以吃，好爽哦！哇，爆米花，你爆米花都吃甜的还是咸的？我今天不想粘手的话，我会选咸的。有道理，甜的都蛮黏的。对啊，会很黏呢。我不喜欢手黏黏的，所以大部分会选咸的。
啊。但如果今天如果今天就是需要一点甜的东西来安慰自己的心灵的话，我可能会选甜咸各半。我不会全部都选甜的，有点太腻了。确实，如果是那种电影院的，可能就是一桶也不会太少的话，吃完甜的是蛮腻的。对啊，所以我会选甜咸各半，或者是全部都咸的，好赞哦。那你有吃过原味的吗？没有加调味料的爆米花？有真的哦。我觉得那个也是默默的就可以不小心就是吃完一整包的。其实好像还算健康啦，还算健康。对啊，就是如果没有加太多的油下去蹦的话，应该就还好。虽然有油比较香。对对，没错。对，哇，好看，爱看。我想想我们还有什么月经话题？感觉我好像也没有想到太多可以问的，就是因为太不了解，反而不知道从哪开始问，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哦，还是你有什么想要考我的，或是我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哪些月经相关的知识，可能是男生其实都应该要知道的？哪些月经相关的知识是男生可以知道的？就如果是一个现代男性，他可能不太了解月经的情况下，你觉得他最需要先了解什么？最需要先了解什么？以男性来说的话，相比问他要不要喝热水，我觉得你可以准备一个热水袋或者是暖包给他，会比较好一点。好，这个非常实用，大家马上今天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立即用得到。对对对，不论他是你的另一半，还是你的家人、你的妈妈，对，都可以。对，没错，对，没错，或者以后你的孩子。暖包或热水袋会是比较实际的做法，它会比较舒服一点。没错。例如月经不能憋，对，月经是不能憋的哟。有点基本，但是对，还是要知道。没错。哦。非课本上学的就是那是对太血的方式处理它就好，基本上是这样没错。但是就是还是要用卫生棉啦，不要用卫生纸啊。好像有道理啊，因为它确实蛮大一部分就是血，当然有一些其他东西，但是蛮大一部分是血。对，比如说主要的成分还是就是血。我知道，你流血的时候你不会憋着你的伤口，所以对，就这样。对，不用想那么多，你不能让你的伤口停下来流血，所以不行就是不行。对，没错。OK。近年来健身房、泳池月卡、女性月票都会延长6天，这么好，太棒了吧？这个很赞哎，这非常合理，很棒哎。有些男性就会抗议，真的，心很累。我不知道哎，是有什么好抗议？像那个前一阵子就是不原本就是有在推动说。就是例如说公厕或者是政府相关的机构在推，就是免费发放那个卫生棉或者是相关的生理用品，然后就有一些男性就会出来说，那请问那个保险套是不是也可以就是你知道免费发放？我想说，请问这两个东西功用是一样的吗？而且，请问保险套是要装装你的血是不是？而且不只是这样，其实保险套已经有免费的了。对啊，他们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对，我发现吵不吵哦？有些人蛮怪的，就是好，反正因为是性别议题，有一些男生就是会看到那个女性的权益有被照顾到的时候，他就会去想说怎么我没有？那不是你有没有想过，是人家原本该有的，现在终于有了，不是他？对，就是有些人不愿意去想一下。对，没有错，有趣的，对，而且你刚刚也讲了一个很实际的，就保险套，你可以不要用到它。你有办法不要用到它，但是那个生理用品不行。对啊，就是卫生棉不行啊。对，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最好笑的就是卫生所本来就已经有免费保险套了，你居然不知道，还在这边吵，显得很白痴。就是你找人家吵架之前，你也不做功课，你就是想被骂。
对、啊，那你当然吵不赢真的是对，傻爆眼。蛮好笑。我最喜欢笑这种人，怎么办？那就大声的笑出来，好爽哦！还有男生也要放生理假的，蛮好笑。对，有那个男生在就吵男生要放生理假，我真的想说，不然就是如果你就是每个月也会就是有大概5到7天会24小时都在流血的话，就可以。那我觉得你可以放没关系啊。但是现在就是你没有嘛。对啊，就不是这样子嘛，就不是嘛。对呀、对，伊藤绿茶说打扫女厕的时候闻到那个一堆卫生棉，感觉是会有细菌量会累积很多。然后他说，除了多设置女厕，是不是可以考虑有消毒装置？我觉得可以耶，这个我觉得是很 OK 的，因为确实就是因为血是很营养的东西嘛，所以算是，然后再加上就是它确实会有，就是月经确实就是毕竟是血嘛，就是它还是会有一点异味，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我必须说有一些卫生棉，它的就是粘的地方或者是它的就是可以粘起来的，它可能有时候是一张小贴纸，有的时候可能是它封起来的地方有一点就是有一点粘性的，它是可以就是把卫生棉本体卷起来之后，再拿外包装把它包起来了。但是有的时候那个东西它会失去粘性，然后就不小心打开，那个没办法。但是这也不是我们愿意的。对啊，就它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它自己就打开了。的确。对，没错。它那个粘的是。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个卫生棉是贴在内裤上的，不是直接贴在身上，不是。有些人好像以为是。有些人真的不知道那个是贴在内裤上的，不是贴在就是身体上的。它就是把它拿下来卷起来的时候，它是有另外一块粘的地方，还是它其实就是那个原本粘在内裤上的地方再去粘？就是往里面把它卷起来，就是卷。对，把它卷起来，然后外面就是那个粘性也是理所当然。然后外面就会是粘，就是那个原本粘在内裤的那个比较粘的地方嘛。那真的没办法。然后你再拿那个外包装，然后去把它卷起来，然后就是用外包装的，就是封的地方的粘的。类似胶条的东西，然后或者是它可能有时候它给的是一小块就是小小的贴纸的感觉，然后去把它卷起来，然后粘起来，然后再丢在垃圾桶里面。但是有的时候那个真的会开，那些粘的都是已经粘过其他东西再粘一次的，所以就没办法，它肯定会丧失粘性的，那真的没办法。对啊，这是没有办法，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开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呢，它就是会开。对，伊藤绿茶也有讲到，我也是，就是我有看过我妈厕所的那个，就是用过的卫生棉，对我看过，它就是自己从一卷变打开，对，它就是不粘的时候，它就自己会开，这也不是我们愿意的 ，you know， 就没办法，对啊，对啊。之前有男性在社群平台说家里的女性卫生棉不会包，出来拍怎么包卫生棉的教学。那他是拿用过的卫生棉吗？以及他卷起来之后有把它静置一下，看它会不会打开吗？就是那他也是蛮不会做实验的，有他自己的想法的。对，那你至少重现那个原本的条件嘛，是怎样？你好歹拿用过的来试嘛，大不了打个黑白马赛克之类的啊。还要好吧？对，有一些社群平台可能也怕有些人。这算不算一种刻意不提啊？就是可能或许有些人真的会晕血，或者是会怕啊。对。我突然想问一个蛮怪的问题，但我是真的就是很好奇，所以如果有晕血的女生看到经血会，还是就是多少还是可能就是还是会。害怕或者是会有身体不适的状况是会有的，毕竟就是它本体就是血嘛。没有错。就会想说，可是就只要你是有月经的女生，你就一定会面临到必须看到血的状况。
那其实也不用打黑白马赛克嘛，就是各位男性们，你们已经不用流血了，看一下血是会怎样。对啊，你们就已经那个对啊，看应该就是如果没有晕血相关的症状的话，看一下应该也还好吧。还好吧。哇，有人听过哎，是哇晕在厕所，哇他辛苦了，女还好性不太好当哎。我天哪！对啊，女性不好当，真的不好当。难度游戏难度比较高。对，女性的游戏难度普遍较高。确实，这是客观事实。对啊，他怎么报卫生棉教学？他拿全新的哦，那就是不聪明哦。我觉得你偷贼呢？对啊，对，首先非常浪费。偷贼呢？哇，秀台语，这样有高偷贼。哦，哇，我不知道哎，我觉得他如果有想要努力重现那个一样的情境，他至少用蓝色的水加进去都还好一点。他直接拿全新的，超没。他拿全新，没有公信力呢。对啊，努力一下啦！你要说服人家，你努力一下嘛。对啊，你好歹要自己努力一下吧？什么意思啊？不做功课被骂草书，理所当然的。对啊，然后最好在那边哭哦，制造性别对立什么的哦。还不是他先傻眼。有人猫猫是因为贫血太严重，晕在浴室被送急诊。Oh my god， 你还好吗？我的天！那贫血这件事情有什么可以解决的方式吗？贫血就相对来说真的是有一点小困难，因为我对贫血其实也不是到非常熟悉。没错。这样怎么办呢？就是我也没有相关知识，所以可能大家要问有医学知识的人比较行。没错，我也是对这一块比较不了解。真的假的？有些心理上认为自己是女性的男生，还没动手术或是不打算动手术，会刻意去买卫生棉穿，真的假的？对啊，有一些跨性别确实是会，就是根据心理需求，然后去买卫生棉。我个人是觉得尊重，但没有很认同。虽然我就是跨性别，好，但是有没有可能他买来之后可以捐出来，会比较？你知道，就是卫生棉它被创造出来，它的用途是拿来吸血的，所以你还是让它去吸血吧。对你还是让它发挥真正的用途吧。不然就是你或者是你也可以用布卫生棉也是可以的。对啊，然后就是一样，就是大哥尾才来洗。今天现学现卖，大家马上有例句学会了吗？好棒哦！太棒了，现学现卖。好好奇哦，蛮好奇，就是会这样做的人，他是会每个月固定挑特定，也不是每个月，他可能就是固定有在算自己的不存在的月经周期，然后会在那几天去买来用嘛，蛮好奇的。有知道的人可以跟我说。没有恶意，好奇的，是真的好奇，对啊，就是单纯想知道，就是真的吗？很想知道。就尊重，你有钱买来，然后你买来不拿来吸血，真的没关系。我是真的好奇，对，对，没错。看看女性难度已经这么高，还在跟我吵女权意识过高，真的是受够了。对，没错。对啊，心很累。各种议题上都不乏有这种人，就是，就是他其实就，当然，也许那个男性、女性这件事情不能说什么既得利益者，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但是就是，有些人原本就是处在比较不会面临困境的那一方，然后他没有去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觉得遇到困境，他就急着要批判，我是觉得蛮可恶的啦，就是，对啊。你没有去理解对方的状况，你就想要阻止人家争取自己的权益，就有点毛病。对，没错。
就是女性现在在争取的自身的权益，或许有机会造成另一个性别的相对剥夺感，确实的。但是就是你产生的这个相对剥夺感，是因为你原本的特权已经要没有了。哎，对对对，我好像也有听过这个很重要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大家都可以记起来。对呀，没错。有时候你觉得你的东西少了，是因为你本来太多了，你不该有的。对对，没错。对，没错，没错，这个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呀，看一下工作便利贴一个2次就粘不回去了。对呀，那是对呀，对嘛？我是不太没有特别研究啦，但是它吸了血之后是不是它可能会有个体积，所以它会自己要张开嘛？就是根据一些物理的原因。不好说，物理不好，不知道。没关系，我物理也不好。反正它会自己打开，那看来就是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家里的人卫生棉自己打开是会怎样？就对啊，对啊，那你家人的血，对啊，像之前在那个 Thread 上面就有看到，就是有一个应该是还没有就是成年的，就是女生这样子，然后就是家里的就是垃圾桶里面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打开的卫生棉，然后他的爸爸就是跟他就是指着那个卫生棉，然后跟他说：“这个能看吗？”对，傻爆眼。他感觉这个父亲应该是被骂烂了。对啊，而且他有学到东西。对啊，但是就是神奇的就是那一篇的推文底下不乏就是就是极少数的女性或者是大多数的男性就会跟他说：“你怎么没有把它包好？”好吧。有听说一个阴谋论，就是有一些平台喜欢故意这样子制造吵架，然后他这个平台就会比较多人来看。确实好像有听过这些言。希望大家吵完架都有学到一点东西。没错，但是后来就是那个小女生有补充说，她有把它包好，只是她打开了。对，难过谁的剧？对啊，看到血有需要这么大惊小怪吗？这应该也是因为污名化造成的吧？我想可能。对啊，不然如果就是从血是肮脏的这件事情去，就建立在血是肮脏的这件事情，然后去延伸到月经是肮脏的这件事情。对，所以其实是先因为血是肮脏的，有这个概念。我自己觉得应该是从这样子衍生过来的。我是不知道，我没有想过，就是这个概念从哪来的。你有做研究吗？就是有做研究吗？是没有做研究啊，但是就是依照我自己对经验，就是我自己的经验跟就是对这个月经平权议题的观察之下，应该是这样子延伸过来，没错。没错。我蛮喜欢偷别人口头禅的，所以抱歉。不会，没问题啦。欧洲以前有迷信，经期中的女性会让酒变酸。对啊，好神奇的迷信。很多地方以前都有迷信的。血容易腐烂，腐烂等于肮脏，好吧，这个好像有点说服力。不过我们现代是那个比较讲求科学，所以应该是可以打破它，没有问题。对呀，现在终究是讲究科学的年代，就是你垃圾该丢的时候就丢，应该就还好。对，来看一下。贫血会不会是女生纠团上厕所其中一个原因？单人倒地没队友救，我觉得算是耶，就是纠团上厕所就是最主要的，我自己觉得就是撇除感情好这个部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至少就是你那个可能发生一些事情倒地的时候，至少外面的人还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慢没出来，有道理，才会问你说啊你在干嘛之类的。有道理有道理。对啊，解释了一个我童年的疑惑。没有特别想过这件事。哦，但我觉得是确实应该是类似这样的原因，这样也比较安全啊，确实。对，没错。贫血只能吃铁剂，这又是另一笔开销。没错，更多的月经贫穷。对，没错，真的。谁的局？看一下还有什么？布卫生棉很麻烦，有觉得很可爱，有买，后来没用过几次。布卫生棉其实我也没有用过，但是确实都长得蛮可爱的。我没看过。我就觉得长蛮可爱的啊，这就是好不好用我是不知道，我自己没有用过。原来如此。来看一下，就是不是你的就不要拿，例如子宫的使用权，对，没有错，没错，就是怎样啊？又不是长在你身上，还那么啰嗦。啊，你身上没有这个器官，就请你点点。对，都没有人规定你的器官要怎么使用了，你还想规定人家哦？真的，真的。哇！月经来的女性高价聘请他们去醋工坊，真的让酒变酸，不就是在酿醋吗？哇，好像确实是哦，醋好像是先有酒，然后再把它做成醋。好像是，好像是哦。哇，基督教要喝掉圣血哦，但他们蛮逻辑炸弹哦。好像是有这个仪式，没错，我是没什么研究啦。哇哦，那真的是蛮需要勇气的。没错。哇，每2个礼拜都要回诊拿铁剂跟血清素，辛苦了，真的是辛苦了。哇，这个虽然我不知道，但是听起来很像是健保该不会没给付吧？不知道总之。我第一个感觉是应该要给付才对，但是我感觉可能没有，不确定有没有，而且每2个礼拜蛮频繁的。对啊，这样一直要跑过去，其实很麻烦。对啊，哇，等一下，布卫生棉大小有一点尴尬，就蛮容易漏的啊。好像普遍比较小一点。如果要就是包覆性比较好的话，好像有一部分的女性会选择用月亮裤。做功课的时候也有看到一点点，我发现月亮裤跟生理裤是不一样的东西。不太一样。没错。没有错啦。但是月亮裤的价格就是也不便宜。没错。原来如此，很多的开销呢。没错。你看看，你的部位上面不太吸血，所以要勤换，在外面就很麻烦。身体已经不舒服，想到还要洗，觉得更麻烦。很佩服为我环保一天不卫生棉的人，真的就是对啊，就是这个换好，这是真的不太方便换的东西。我是蛮少在洗东西啦，但是我也是有洗过血的，所以我没有杀人，不是那样子，不是，就是那个自己受伤的那种血，我也是有洗过血的，那个很难洗耶。对啊，就是这个要洗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而且不能用热水。就是要用冷的水去洗。对，如果大家有需要洗到血的话，热水会让血凝固哦。没错，它会凝固哟，母汤哦，母汤哦。嗨，Gaki 早安，你好，欢迎你来看。嗨，他是日本人。嗨，但他会中文。好厉害啊！
对呀、希望如果他知道月经的日文是什么，可以帮我们补充，因为我们刚刚蛮想知道，但是我们不会。没错，你错看，耶稣基督说：“这杯酒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为你们的牺牲，你们要善待别人，就像别人善待你们一样。” OK， 我们投到哪里了？哦，女人不准上学，我有钱。哇，天哪，哎，这个真的，对啊，其实女性被压迫的历史也是蛮，我甚至也不能说已经结束了，但是还蛮长的。对，从最早我觉得最早之前的，例如说猎巫好了，啊，就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了。对啊，对啊，也不只现在是西方，有的时候我都会自称自己叫做哦，我就是你当年没有猎到的那个女巫。哇，有趣，就是把当年人家用的标签，把它那个意象转换一下，这样子吗？没错，下次我就要把头发染红了，没有啊？为什么是染红？因为以前就是猎巫那个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大部分女巫的头发颜色是红色的。啊，那不就是单纯欺负那个天生头发是红的那种人类？差不多。我记得有一些人类的头发是天生就是红色的。对啊。哇。我是当年杀不死的女巫后代，没有错啦，超帅。我是残存下来的那一个啊，怎么样？然后变驱魔师这样子。没错，把你们这些怎么样那个性别刻板印象全部驱一驱。你平常都是在驱这种魔吗？大部分的时候是驱这种魔，没错。网络上的妖魔鬼怪就对了。对，没错。哇，原来如此。没有错。我想想哦，看看柠檬酸加盐巴加冷水，菜头泥或小苏打也可以，那么酷。菜头泥，白萝卜泥也可以哦。对啊，没听过哎，好酷哦。从没听过哎，好酷哦。欧美现在还有对 ginger 就是红发人类的歧视吗？真的假的？我觉得红发还是有。对啊，我觉得他们红色头发很漂亮哎，对啊，好喜欢哦。对，无论是那个男生还是女生，都蛮酷的。对啊，我觉得都很漂亮呢。听说他们特别怕痛，不知道真的假的。哇，特别怕痛不好。就听说红色头发的人好像特别怕痛，好像有这个基因。这样子还要被火烧，真的是很衰耶，超衰啊！对啊，傻爆眼。对，红发机很少，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被杀了很多猎物。对啊，原来如此。是的。看一下，性别歧视加种族歧视真是无敌的中世纪，没错。感觉中世纪也不好混耶。中世纪不好混哦，中世纪跟现在比起来是更严重的。应该莫名其妙被抓走的情况，好像应该会蛮常见。没错，莫名其妙就要被烧，而且是真炎上。对，那个炎上是物理炎上。对，那个是物理炎上最烫那种。那个炎上完你就没办法再拍一支片反击了，你就没了。对，没错。真的好难混哦，中世纪。真的中世纪好难混。对，是那个时候是一种异端的展现，没错，就是那时候的红发。是异端，人家只是天生就是红色的头发而已。对，我们去那边一定也是，对，就反正就是少见多怪，然后又不愿意去理解对方，就会把它当成妖魔鬼怪。对，因为把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当成妖魔鬼怪是最方便的事情。对，但就还蛮不文明的，其实。
没错，对，希望身处在2025年的大家不要这么做。没错，中世纪跟中国都是地狱开局呀。的确，中国的迫害人类的传统也是历史蛮悠久。对啊，对。有人讲到台语的“欢”这个词，这个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可能很多人的印象就是“欢”是指原住民，但其实不止，包含那时候荷兰人来的时候，那个也是叫“欢”，但是如果要区别，就会说是那个“昂蒙欢”，就是红色头发，又红色头发，对，红色头发，对，红色头发，没错。所以“番”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非我族类。就是不一定是指原住民，当然很常来骂人的时候是在讲原住民，所以现在大家会避免去用这个字啦。对，好，对，唐突补充，好吧，耶。那我们表定时间到了，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聊聊的吗？对耶，表定时间到了耶。对啊，哇，比我想象中的还快。真的耶，体感就是就聊个天，一下子就过了。对啊，体感时间流速很快耶。好像也聊到蛮多事的，其实。对啊，从月经贫穷讲到怎么洗掉血迹。为什么？我没有。写字清洁剂，懂了。啊，确实有看到这种产品。好像后来也没在用。暂时想不到这个东西会用在哪里啊？不就是洗那个吗？洗那个就是精血居多。我大部分的时候是的。对啊，有那个就是洗内裤或者是什么的，或者是沾到血的。对啊，没错。我自己是比较少用到这个东西。没错。应该说基本上好像没有买过。因为我有在就是日系杂货店有看到过，然后那时候有买，想说就备用。是因为那个家里有女生觉得会需要，不是因为我要预谋干嘛，没有。他们好像都把我想得很恐怖是怎样？洗床单跟贴身衣啊，原来。我自己是目前是没有这项产品的需求，但不确定之后会不会用到，好像可以先笔记起来，如果之后有要用的话，可以去买一下，还可以跟大家收集看推荐哪一个。没错，太棒了。对耶，床单感觉也是容易会就是需要用到的。没错，就是睡觉的时候偶尔会翻身嘛，就算不翻身，也还是有机会会不小心对，它就是会发生。没错。但好像还有一种产品是叫，反正它是一个垫子，然后你可以垫在床单上，类似保洁垫还是什么的吗？好像类似，对，好像有这种东西。保洁垫什么的，那个也是我自己也是没有用过。但是好像有些就是真的蛮容易沾到床单的女性，好像确实是会用到这个东西的。总而言之，又有东西要洗了。对，又有东西要洗。没错，多一个东西要洗。女性的生活难度略高。女性说难度好高啊。嗨，格兰恩，晚安，欢迎你来。那我们好像差不多。嗨，反正我们试着稍微做一点结论好了。试着稍微做一点结论吗？好啊，那就相信大家今天应该要么有学到一点台语啦，要么有学到一些月经的知识啦。就算没有学到月经知识，就是你有在聊天室有提供一些资讯，可能也让那个一位男性挂号陈火蛇就是更了解这些事情。对，那也呼吁一下其他没有月经的人类们，就是如果你身边有月经的人，你觉得他们生活难度有点高，你觉得好像可以让他们过得更好一点的话，也许你可以在他正在流血的时候帮他洗东西哦。
至少这个能做吧，洗个东西耶，人家都在流血了，洗一下啦，好不好？洗一下嘛。对啊，对，或者是给人家一点那个嘛，就是不要叫他喝热水，但是对，不一定要喝热水啊，这至少给暖暖包或者是热水袋嘛。对啊，就好像当然每个人也喜欢的不一样。如果是你家人或者你重要的另一半，你应该会知道他喜欢什么。说不定他真的喜欢喝热水，那可以。那或是也有人喜欢喝有味道的其他东西。总之你会知道的，对。没错。那不知道你可以问，应该就我们保持一个愿意理解对方的心态，应该就还行。对，没错。可可巧克力到底有没有用？它的作用比较倾向于让心情美丽哦。因为我也有看到有网络文章，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那个可可的一些成分其实可能会让你更痛，所以我刚好也有这个疑问，只是我刚刚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对，没关系，它确实是有机会让就是身体觉得更痛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巧克力的部分呢，大部分都是让女性心情美丽用的。但这也很重要吧？对啊。对啊，其实也蛮重要的，就是至少心情美丽的，就是身体或多或少就是会，就是稍微好，就是感受稍微好一点。对啊，没错，甜在快乐，没错。对，可能已经不舒服了，至少心情好一点嘛。对啊，不舒服了，至少心情要好一点啊，才不会更不舒服。对，这也很重要呢。没错。好，那你有什么想再跟大家呼吁的吗？或者你们想宣传的事情呢？想宣传的事情吗？我其实不定期就会开，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议题的杂谈，就是欢迎大家来多跟我聊聊。我也很喜欢跟大家聊这些，就是不管是性别还是月经或者是其他的议题，我有的时候都会开。然后如果想要对月经评选这个东西有更多的了解的话，推荐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有一个那个 NGO 团体叫做小红帽啊，然后他在台北，然后最近好像有一个那个叫小红错，就是之前是之前的月经博物馆，原本是我记得好像那时候是类似特展的形式，然后在松烟，然后近期的话我不确定在哪里，但是就是它至少它现在5-6日都是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是一个月经博物馆这样子，然后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除了小红帽之外呢，像是立信基金会或者是那个我记得有一个联盟，但是我现在突然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有一些现在的就是关注妇女权益或者是人权权益的团体，就是有在积极的宣导月经平权这件事情，都很欢迎大家可以去多多理解。没错。好欸，yeah. 感谢，今天真的学到蛮多的。好欸，太棒了。那对，总之再重申一次，就是有对这些议题有兴趣的人，请多去看看面茶，拜拜。耶！对，就是看起来很明显是专家，对，请大家多多关注。也没有到很专家，就是多少有一点了解啦，没有错。对啊，不过我觉得就是作为 VTuber， 愿意多谈一些议题的内容，都蛮难能可贵的，因为就可能多数人上网想要追求娱乐的时候，比较不一定会想听，所以愿意出来讲这些，真的敬佩，非常敬佩。对，不，大家有就是有接收到这些，然后就是有对这些东西有更深的认识，然后就是更多的给我们一些就是回馈或者是反应的话，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事情。呀，太棒了！好，那我们感谢今天真的很感谢，请到面茶白白来跟大家分享很多。那我们就下次什么时候见啊？我下次开台是礼拜6，到时候会有一个端午节特别企划，那个还蛮不正经的，所以不喜欢谈议题的朋友也可以来哦。那大家就礼拜6再见。耶耶。